请没有圣经的去后面拿圣经。举手，我们同工来帮忙好吗？举手没有圣经的，我们请同工来帮忙。我们今天要读路加福音11章1到13节。好，还有人没有圣经的，请举手。如果翻到了，请看我。耶，好，谢谢你们，你们的眼睛都很漂亮。我们要用我们漂亮的眼睛，要来看上帝的话语。我们要看路加福音11章1到13节。好，预备喽 ！Are you ready？ 如果 ready 的话，请专心。我们的嘴巴今天只有要来读圣经，没有要跟旁边的人讲话，好吗？好，我们今天专心、专注在神。好，我们来看路加福音，虽然版本不太一样，但是传道来读，我们专心来读。好，第11章第1节，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，祷告完了，有个门徒对他说：“求主教导我们祷告，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。”第2节。耶稣说：“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天天赐给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”好，在这里先停一下。另外一个段落就是接下来第5节，耶稣又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，半夜到他那里去，说：朋友，请借给我3个饼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。那人在里面回答说：不要搅扰我，门已经关闭。孩子们也同我都在床上了，我不能起来给你。我告诉你们，虽不因他使朋友起来给他，但因他情辞迫切的急求，就必起来照他所需要的给他。11章第9节跟第10节是很重要的哦。我又告诉你们，你们寻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。11节到第13节又另外一个段落，你们中间做父亲的，谁有儿子求饼，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，反拿蛇当鱼给他呢？求鸡蛋，反而给他蝎子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，给我们圣灵当作保惠师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天上的父，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话。主啊，2014年，主你就是定义要爱我们一世，主你就是定义要祝福我们，透过祷告。主今年农历年过后，主我们有1整年的时间，主孩子要透过祷告来跟我的青年们，凡到你面前的，主我们都要来寻见，我们如何跟你建立关系，我们如何透过祷告，主我们要跟你更亲密。谢谢你教导我们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敲门，敲门，什么时候会敲门呢？就是在一个寒冷的夜晚，像今天一样，凌晨3点左右，叮咚叮咚，开门，否则就要破门而入。传道在船上，不是在船上，在床上。跟我先生一样，吓坏了，什么事情？我们就冲到，你知道我家住台北嘛哈，冲到门前会不会应声？绝对不会应声，绝不会说香啊，我来开门哦，不是演歌仔戏，我们会先怎样？偷看，
夫看那个有一个眼，对不对？看，哎呦，不得了！外面是谁？居然是穿着警察衣服在外面敲门，甚至到最后变成撞门。我为什么说穿警察衣服？因为我影片看太多了，因为很多都是有的是那个警察衣服是借的去买的，对不对哈？可能不是警察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都不敢讲话，因为我们怕这样，我们要让他们知道里面是没有人的。我们就在上面赶快再回去，要不要开门？要不要开？到底外面发生什么事情？要不要起来开门？要不要开？要不要回应？要不要？好大的胆子啊！居然敢开门！如果外面是假的呢？为什么我会这么说？因为传道家里曾经在我们出去的时候，我公公中风拿4杠架，就是因为警察进来要查户口，查完户口是全家全部被翻骗了，因为他拿一支刀子出来，因为我公公是中风拿4杠架，原来那个穿警察衣服的是山寨版，他就说他要查户口，所以他拿一支刀子逼着我公公，然后把我们家全部东西都翻骗了，他就是要抢东西，然后他就出去，把我们的所有现金都带走。所以传道有这个经验，所以我们不敢开门，不敢应声。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做什么？祷告。主啊，我靠，黑到底是真的警察讲的？简单讲了哈，就是真的警察，真的警察。那为什么他要敲我们家的门？因为我们家有通气坏。是谁呀？是我吗？是师长吗？师长他有公账，他没有师长啊。可是奇怪，他到底要抓谁？搞了半天，他要抓3楼，跑了2楼按电铃，那3楼的通缉犯都跑掉了，搞错了。不过不管如何，敲门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震撼，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敲门的，在今天的经文也讲，凡是来到我面前寻求的，神也在你的门外叩门。那我们就这一整年，我们都要来学习什么是祷告。我们在祷告在原文意思里面，在英文的叫做什么 prayer， 在它原文的意思里面，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什么意思？有紧急、急迫、危险的意思，是说你危险的时候，你就会做这件事情。还有一个说法，你祷告了，你就很危险。什么意思啊？在这里面，你们都会发现，祷告是我们一辈子我们都要寻求的功课。在这个里面，我们要再讲。哎呦，刚刚讲完了，图片才出来，很精彩。这是我们的世倩姐姐做的啊，哈。好，真的是警察来了。哦，对哦，传道多讲一个教育的，这种情况要不要开门啊？万一是真假的警察怎么办？不用开门，你可以跟他讲，好，你明天早上再来。如果真的有通缉犯，他会怎么样？他会不会就不进来？他会不进来吗？他会撞门内行的，他会撞门进来。撞门进来，你就会叫他赔你的门。如果真的里面没有通缉犯，但是你可以回应，这是我们基本有的这个权益。好，这个以后私下再讲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要讲什么是祷告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看，为什么传道说你要看今天的这个经文，我们拿你的圣经出来好吗？祷告是什么呢？祷告是只有祈求吗？是跟上帝来对话，来就像小孩子一样，我们跟父母讲话这样而已吗？还是祷告是祈求跟得着而已吗？就像约翰一书一样，第5章14节说14到15讲的说，我们若照神的旨意来求什么，他就听。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没有不得着的。其实前提就是我们所求的要是合他旨意的。还有祷告是寻找跟寻见。那更是在哥罗西说，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
那我们刚才在讲祷告是什么？是叩门跟开门。刚刚已经讲了敲门，你跟神，你只要紧急的时候，你跟神来敲敲门，神就要为你来开门。祷告更是什么？我们向上帝祷告是基督徒的一个重要的特质。特质是什么？特质的意思是说，你有一种不会变的倾向，叫做特质，不是特别指引你的地方叫特质，不是，是你有一种看到你样子就会想到，你是受谁影响？所以，我们向上帝祷告是基督徒的重要的特质跟一个重要的功课。所以，表达是我们在祷告当中，我们会表达我们的本相是怎么样，我们不完全我们的不完全的样子，我们有一个缺口，这个缺口神圣的缺口需要主耶稣的爱来填满我们。那在爱德华·华兹他说，我们是透过祷告，我们完全被一个人被神所吸引。我们透过祷告，我们就会不觉得是空的。我们需要祷告。我们为什么需要祷告？祷告就像什么？就像呼吸一样。你知道吗？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我们要来看今天的经文。好，我们今天的经文，我们仔细来看11章第1节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，祷告完了，有个门徒问他说：“主啊，求你教导我们祷告，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。”第1章第1节就讲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。亲爱的大家，你有比耶稣大吗？你有比耶稣强吗？你有比耶稣神吗？没有，耶稣都需要祷告。你要跟我讲说我没啥想要祈祷啦，那你就完了。连耶稣都需要祷告，那我们就更知道，祷告一定有一个我不能不知道的秘密，一定有一个我不能不享受的。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？让耶稣无所不知的耶稣，无所不能的，他都要祷告，何况是我们呢？所以这些门徒就很聪明。其实，在犹太人他们当中，他们当然有祷告咯，但是他发现从这个路加福音11章之前，他发现这个耶稣呢，好像他们跟随的这个耶稣，好像更神啊！这个耶稣更让他们想要跟随，他能够行神迹奇事，我也要这样子。耶稣一定有一个能力，因为他每一次都在行了大事之前后，他就会不见，他就到一个地方去，他就会安静下来。他的祷告是跟我们有一样吗？所以他的门徒也想要。你们想要吗？你们想要跟耶稣一样吗？耶稣的权柄也要给愿意寻求的。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在11章的第2节到第4节里面，耶稣就教导他们要怎么样来祷告，也就是我们说的主祷文。好，那我们陆陆续续要继续来看，所以我们呢，等一下随着这个经文，我们要来看祷告是跟神的一个关系。我们祷告是我们跟神相遇的地方。好，那或许这样讲从整个历史里面或整个人生，你看遍所有的书籍里面、圣经里面，大概只有2个主题。什么主题？神为何没有按照我所求的给我？你不是明明说我祈求你就给我吗？何以我祈求了半天、半年、一整年，你如果没有讲这句话，我还算了。但是你在圣经里明明讲我们祈求，我们就得着，何以我没有得着呢？所以圣经里面祷告或许就只有2个议题：神，你为何没有按照我所求的给我？第2个议题就是为何我没有按照神你的心意来做？好吗？只有2个议题，一个为何没有按照我所求的成就？第2个，为何你没有按照神所要求你的来做呢？我想，这就是我们这整年透过祷告
我们要来回答这2个问题：何以神，你没有回应我的祷告？何以我没有按照你所教导的去做，而且做不到？我明明立志，但我明明就是没有办法达到。这一整年，我们都要透过祷告，我们要来回答这2个问题。好，那我们就要先假定，好，那祷告它可以，就像好传道你说的，今天经文说的嘛，这个凡是祈求叩门的，你就会开门，你就会得着；祈求你就会得着。那什么原因神要应允我们的祷告呢？你告诉我啊，传道就告诉你。那当然要应允你祷告，因为我们第一个，我们怎么祷告？怎么教导？在第2节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什么？要说什么？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啦，我们天上的父，我们是儿女，我们站在儿女的地位，我们要向父亲来祈求。所以我们是因为神的儿女，神说你愿意相信的，你归入我的名下，你是儿女的职分，所以我们就因着这个名，而我们来祈求神就要答应我们，应允我们的祷告。第2个，因为神要使我们经历丰盛的生命，因为在圣经里面明明告诉我，约翰福音讲10章10节，这个盗贼来不会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但是耶稣说他来是要叫羊得什么生命，而且要得的更丰盛。我们先假定神说的这个话都会应验，它都是信实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就先这样来相信。好，我们慢慢再来解决。我们1年的时间，我们慢慢来解决。好，第3，因为这是他所应许的，在约翰福音16章24节，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。哎呀，也许的是问题出在这里啦。这个白字写黑字的，怎么写？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。意思就是说，只要讲奉我的名求的，你们就必得着。必得着什么？一定会应验吗？派我这个应验传道来讲这个应验的福音吗？这1年我们都要来学习。我想，祷告的功课不是1年就能够练，祷告的功课或许一辈子我们都在学习。但是我们先暂且。传道先相信1次，或许我要说，你先相信神，好不好？给自己1年的时间，慢慢来操练。我们进入这个信心的健身房，我们来健身一下，让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更有能力来走人生的路。好，再来第4，因为呢，神是全能的，在以赛亚书65章24节，他们尚未求告，我就应允；正说话的时候，我就垂听。这都很棒的话，但是你有经历吗？我相信你有，传道有很多。今天传道在讲道当中，我们就会讲，在我们还没求的时候，神就应允我们。或许你心中有疑问，安尼也使求，我都还没开嘴，你就知啊。当然要求，嘴巴说出来的可是不一样哦。传道一直讲哦。好啊，当然要求好，因为神是全能的。好，我们也会在今年里面，我们会来回答这个问题。第5，因为有圣灵的帮助，所以圣灵帮助我们。我们可能有时候我们忘求了，但是圣灵来帮助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呢，纵使我们有软弱，不知道该怎么样来求的时候，圣灵要帮助我们，他来带我们求。在罗马书第8章26节到27节说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察验人心的，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来祈求。讲到这里，传到不得不，今天一定要讲。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他也是我的个案之一。他在国小5年级之前，他叫有车，有会计。会计不是快忘记那个会计哦，是那个会算账的，因为他们家有公司。
跑车是按照今天衣服穿什么颜色就换什么跑车，所以你今天如果穿橘色的，那就开橘色的；穿黑色，他就开黑色。但是就在有一天，有人给他们敲敲门，这敲敲门就是因为他爸爸公司倒了，支票再也付不出来，所以他们就开始要在2个小时之内，2个小时有多久啊？有120分钟，要把所有的家当全部都搬走，容不容易？很难，因为你要取舍，要搬这个，要不搬那个。况且在1个小时60分，就是在60分钟1个小时之内的时候，还没有到第2个小时的时候，就有人打电话跟他爸讲说，要你们在的人，黑社会的已经来了，你们快跑！所以他几乎没有时间把所有的东西都拿走，就跟了他爸爸、跟他的妈妈，还有他们有4个兄弟姐妹，都坐在一个轿车里面，一个不是跑车，因为跑车交的东西不多。而且跑车很引人注目，他们开什么车？烂车。他们就开始轿车里面的日子，他们就开着轿车，一家人全部在这个轿车上面生活。终于好不容易，他们落脚在基隆的地方，因为基隆的地方是他妈妈在娘家在里面，所以他们就找了一个没有人隐名，不让人家知道的。不让黑社会的人知道，不让白道的、黑道知道的人来找他们。没想到有一天，就是在我的好朋友毕业典礼那一天，他本来要出去领奖，他爸爸跟他讲说，我们可能没办法参加你的毕业典礼。他那天得到市长奖，说没有关系，爸爸妈妈怎么了？他们没有讲话。等他回来的时候，他妈妈不见了，但是他家多了一个人，那个人叫阿姨，也就叫做会计。会计不是快忘记吗？不，这个会计早就跟他妈妈搭上线，所以那个会计又多了带了一个儿子。那他妈妈为什么不在？因为他妈妈气跑，而且他妈妈准备要去自杀。人生就是这么的。没想到后来，简单讲，他妈妈被抓走，因为盖章的名字都是他妈妈的名字。他妈妈被关在监狱里面，他爸爸带着这个快忘记的阿姨陪着他们。可是没想到，他妈妈的娘家气得要命，说：“哦，我的女儿为了你而被关在监狱，你在外面纳凉。”于是怎么样？于是他就告他的女婿。气的没办法，就告他，当然告成功，所以他爸爸跟妈妈这下全部都一起在监狱里，现在只剩下阿姨，阿姨一个人没办法，阿姨只能做什么？只能做什么？只能做女人能做最特别的行业。可是她心里非常的痛苦，她就养了这些孩子。有一天，几年过去了，他爸爸回来了，出狱回来。有一天，他妈妈出狱回来了。好，从此过着快乐幸福的家的生活，是吗？请问这个有没有快忘记？怎么能快忘记呢？我辛苦，你们不在的时候我都辛苦但现在怎么一个床不能容忍几个女人？男人也一样啊。于是这个快忘记，真的快忘记，因为他去自杀。自杀就从此没事了吗？从此没事吗？刚刚传道在读经的时候有讲吗？人的灵魂不会就这样没有。他的妈妈开始全身都是皮肤病，红红的红疹，痛苦的不得了。他的妈妈透过他的那时候的宗教信仰，就是道教的，就告诉他说：“哎呀，你们家就是得罪了一个灵呐，得罪了一个魂呐。”他不甘愿了，就是那个快忘记的，他没有忘记。他说：“我告诉你，你只要让他娶什么就好了，娶什么就好了，冥婚。你们知道冥婚的意思吗？
你们相信吗？我们基督徒不会相信。但是这个事情，他们那时候不认识神，他们就相信。他妈妈心里非常的痛苦，就自己去外面。那一天，他记得非常清楚。他爸爸就真的在他的房子里面的床上就取了冥婚。嘿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怎么样？他妈妈回来以后，还真的身体的红疹子都没了。灵界的事情，我们不得不说，我们知道的太少。但是我们要说啊，那些我们不需要知道，真的，我们是有福气，因为我们是基督徒。我的这个好朋友，他一路上他没有补习过中山女高，他在中山女高，然后读东吴大学日文系，后来信了主耶稣基督。感谢神，他多么爱神！他在认识了他的男朋友，后来结婚，现在结婚算12年，在第3年的时候发现脑癌，在脑癌的时候，经过最好的医生，透过很多的话语，透过祷告，感谢主，他都痊愈了，而且他原来他的声音是粗粗的，老人的男生的声音。可是开刀完以后，他居然变成细细的声音，而且他原来那个脚都是毛，脑部开刀完以后，居然那个毛都不见了，什么原因啊？是因为他的脑下垂体脑瘤，把那个瘤拿掉以后，他就恢复原来的样子，上帝创造他美好的样子。感谢神，他透过祷告，透过每一天的读经，他再一次体验、经验到主，所以透过他的家庭，他的妈妈后来也受洗，他的妹妹也受洗。主真是很奇妙，透过家里，透过一个人，所以他在他的生命中不断的经历跟神的那个对话，神一次又一次的兼顾他，他所祈祷告都得着应验。直到2013年的暑假，我接到一通电话，应验结婚，在他们结婚第11年，他脑癌第9年，应验结。好像我们去检查，我已经是癌症末期。他的脑癌好了，可是他的肾脏、他的胃、他的肺都充满了癌细胞。神有没有听祷告？有，我看到有人点头。我们继续来看，所以传道要讲。我们祷告真的是一辈子的功课。我曾经听过他多少的见证，有多少的人被他激励，真的，因为在他这个9年当中，他脑癌怎么样子，神让他恢复像小孩子的个性、小孩子的声音，恢复他原来上帝所创造他的美好，是透过不断祷告，给他力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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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透过祷告，就是我们跟神的对话。所以我们要不要抓住这个跟神的关系？我们跟神抓住这个关系，我们祈求，我们就要得着。这个是真实的。怎么样得着？我们刚刚讲，病已经得医治。有人在痛苦当中所经历这样子的痛苦当中，他的妈妈得我的这个好朋友的妈妈是得忧郁症，他透过每天读圣经1节。他重度忧郁，需要住院，居然现在不用住院，就是透过读圣经，每天读，时时读。他只要有负面的思考，他就读，他就打成这样子，每次抽一张来读，每次抽一张。你知道吗？到去年暑假，他知道他女儿癌症，另外的其他腹部的癌症。有得满是癌的时候，我们大家很担心，但没想到
神用话语让这个重度忧郁的人居然全身有力气，再一次去面对，跟他女儿一起来抗癌。好，所以我们有了神这样的应许，我们要说主啊，我愿意相信，我愿意来寻找你的话语，说我来寻找，我就要寻见。主，我愿意来相信你。主，你让我来经历你，好不好？今年就这个礼拜，你今天听完讲完，你就给自己说：主啊，我愿意来到你面前，我愿意来遵行你。主啊，你听见我叩门，主也要对你叩门，说孩子，让我进去好不好？让我进去你的心，你的心需要有人掌王权居首位，你的心需要属于一个人。而属于这个人，他会对你好。你听见主叩门的声音吗？你纵使不愿意主动跟神叩门，神也会主动说：“孩子，你在哪里？我在叩门，你听见了吗？”所以，我们向上帝来祷告，我们有很多的疑问。我们的祷告，神会应允吗？会的，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我们站在他儿女的职分上。神要让我们经历那个丰盛，这个丰盛是他所应许给我们的。我们按照他的应许，我们就来支取，因为神是全能的神。而且，纵使我们求错，你都不要紧，因为有圣灵帮助我们。纵使我们走错了、选择错了，都有圣灵来帮助我们。那祷告的内容是什么？祷告内容当然在这里，在经文里面就来教我们，在第2节到第4节。耶稣说：“你们祷告的时候，就是主祷文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先找好定焦定位，我是属神的。主啊，在天上，主啊，阿爸，阿爸，我是你儿子哦，阿爸，我是你的儿女，我到你的面前，没有人能控告我，只有神你。主啊，只有神你爱我的，没有人能够拿我怎么样。但是如果你是犯错的，你到神的面前，神也要说，孩子，你要归向我。”主孩子，你要到我的面前。愿人呢都接下来我们要祷告说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也就是不要让神的名怎样被侮辱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一句一句慢慢来祷告，说主啊，我是你的儿子，主啊，我是你的女儿，主啊，我虽然不配，主你看我为宝贝。人家不要我，但是主，你就是要我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主啊，你的名，我要有好的行为，我要让你的名是可被尊敬的。主，你的国降临。主啊，一般人的国的降临是要用武器，但是神国的降临是用什么？是用他的爱，是要用他的应许。你的心不愿意让上帝降临？你的心愿不愿意让神来掌权？如果你愿意交出来，把主权交给主，传道要说，神的国降临就在你身，就在你心里。你愿意交出你心里的这个位置，这个主权，让神掌王权居首位吗？神的国的降临，从每一个你跟我。传道要说，神的国已经降临，但是还没有完全。所以我们要去传福音，我们要成为影响力。神的国的降临不是靠武器，是靠你我是属神的这个影响力，好不好？你或许说有够辛苦，有够累啦，人家都看我为傻子啦。人家看你为傻子，但是神要看你为儿子哪一个比较大？神的儿子是给你100倍，傻子给人家卖1分而已，可是你却要得100分。所以我们好不好？每一次祷告，真的我们很难做到。我们甚至会想我们自己的意思，但是不，我们说主啊，你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们圣经中说，主啊，仆人在这里呀。主你说，孩子请听。主你说，可是我们祷告到最后变成什么？主啊，我说，主啊，你听啊，按照我的意思行啊，如果不是这样，我就不理你啦。你可以不理神啊，但是亏大的是你。
好不好？如果你愿意这样做，你愿意把你的心愿意跟神来连接，你不会是这都会丛林里面的孤岛。你或许觉得人这么多，但是我为什么这么孤单？因为你没有祷告，真的。灵界里面是你认识的太少，你需要有一个户口，你需要是属神的，好不好？你属神的就不一样了。你属神，没有人能够拿你怎么样，真的。你说我阿爸，我的阿爸是天上的阿爸，真的没有人能够拿你怎么样。我们会持续再来看，我们怎么做呢？真的，我们要饶恕人，以饶恕别人的心向天父来求，因为这是神的命令，神都饶恕我们了。我们本来是浪子，我们本来是孤儿，神都愿意接纳我们。所以你要保护我们，不让我们落入这个试探里面。纵使有人试探，神真的也要保护。很奇妙的，我有个个案，去年我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收到那个法院寄来给你的那个，你家的电话被监听，有吗？你们有接到吗？我有个个案，有一天很紧张，刘老师，我的电话被监听嘞，因为现在好像法律上要讲，告诉人家说去年什么时候我监听你家的电话，结果我一看，他只能说主啊，我感谢你。你知道我这个个案，就是喜欢去半夜，他去做人家那个电脑里面的赌盘，然后去给人家追钱，然后那一阵子我都不知道，后来才知道说他常常抱怨，他是基督徒我要说抱歉，因为不能讲他是基督徒，他有去教会，所以亲爱的，你来教会不够，真的，你若要违法，你得罪神，不过也很奇妙，我这一个个案得罪神，他还没受洗的，但是他常常去教会，但是他后来发现，他住的那个房子常常电话接不通，因为那个线路不通，因着他常常大哥大的线路不通，所以他监听的那一段时间，常常监听不到什么，所以他的朋友11个人都被判刑，就他一个写来，到12月底1月初才来找我，刘老师，我居然被监听难怪他们11个人都有事，只有我没事。亲爱的，在坏事上我们不要有份，好吗？神会试探我们自己的私欲才会试探我们。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自己交给神？神是圣洁的，好不好？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，求神帮助我们。当我们要得罪神的时候，因为这一切都是神，而且是永永远远的。我相信我们还有很多对祷告的这个疑问，但是我想我们会持续一直来学习，特别是在态度上。在态度上，我们应该要有怎么样的态度跟方法呢？我们应该要说我们要奉主的名来求。我们知道我们本来没有什么资格，我们就是因为神的名，就好像是我们盖的章，下面会有人的章，你的那个支票才能够兑现。第二个，我们要除掉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墙，那个墙是什么？可能是罪啊。所以当你如果犯罪，到神的面前好不好？不然我们真的跟神隔开，很可惜的。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要顺从神的旨意，而不是我。哎呀，我有什么好？我就不完全还看我。所以我们要从自主，我要自主到尊主，好不好？自主为大，你会惨兮兮，真的。你要尊主为大，你就会笑嘻嘻。你要哪一个？聪明的你，我相信你愿意在祷告中，你愿意顺服主的旨意，而且我们要凭信心来求，忍耐到底。好，我们呢再来，我们必须相信神会回应，神真的会回应，只是他的回应是怎么样？我想我们等一下就会来讲。
好，还有我们要常常用上帝的话、圣经里面的话，我们来祷告。就像呢，我们可以来看今天圣经拿出来看哦，哈，11章第5节到第8节。好，耶稣又说了，好，这下面就是他的态度，我们祷告的态度。刚刚第2节到第4节是主祷祷告的内容，第5节到第8节是我们的态度。什么态度啊？你是什么态度啊？什么态度就看这里啦。什么态度？我们要怎样情辞迫切的求啊！这边讲耶稣说，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说，朋友给我借我3个饼，因为我有个朋友。哎呀，这什么道理啊？半夜3更来给人家敲门，而且还是怎样？是朋友，哎，有够朋友吧？耶稣说听起来很不合理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是你家己啊，又不是你自己，你朋友的朋友哎，你都要这样子来帮他求。耶稣意思就是说，再怎么不合理，再怎么没有道理，主耶稣说，你只要寻求的，我都要应允回应你。没有道理，对不对？朋友的朋友，我们来看这个经文，对不对？朋友，而且不是他而已哦，不是我需要，你朋友需要就算了，不是，是朋友的朋友需要，哎，已经不是第一线，对不对？朋友的朋友听起来很不合理，而且还半更3夜、半更3斤，来求要什么？半更3夜、3斤，对。求要给我饼，哎，你知道这个当时候的这个的历史的背景是什么？哎，他们全部都是睡在一个什么一个空间呢？下面是什么？可能是牛啊、羊啊、猪啊，所以只要有人敲门，是一个人听到还是全部人听到？全部的人，而且什么也会叫，牛啊、狗啊、鸡啊，全部都会叫。所以这么不合理，这么不合理。其实耶稣是说做一个比喻，说什么？当你在求的态度是要什么？哎呀，你的态度就是你尽管求就好了啦，你尽管求就好了。至于要不要回应你，怎么回应你，谁的事？按照神的旨意，好吗？按照神的旨意来。好，来再来哦。我们来看第9章跟第9节跟第10节。所以我又告诉你们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寻求的就得着。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。所以神要用4种回应。刚刚传道已经前言有讲，哎，不是每一个祈求主耶稣都说 yes， 没有，还有什么的？当然有那个，我刚才那个好朋友，我今天一定要讲，因为他在我结婚25周年那一天。接到电话说他已经过世，你开什么玩笑啊？神，你不是他不是见证你吗？你不是医治好他的脑癌吗？怎么现在又一个癌？而且这么多人为他祈求，哎，不是一个哎，这么多人为他祈求，主你也看到这么多人的情面上吧？你不是说吗？传道不是说吗？凡祈求的，我想。我更愿意说，神说不的时候，就是他的心意；神说不的时候，就是更美的心意。怎么说呢？在第11节一直到最后第13节，你们中间做父亲，谁有儿子求病？你们有谁要求医治？反而没有医治他，这么多人，全国、全世界很多人在为他祷告，求饼却得，给他石头吗？没有，我们的父亲不是这样的，连地上的父亲都不会这样，求鸡蛋反而给他蝎子。哎，我们的父亲是怎么不好？我们知道的，传道的个案里面都有那个父亲是卖儿女的。9岁就卖儿女，甚至于从小就是每一天被他哥哥性侵害，到有一天被他妈妈遇见了，不是骂他的哥哥哎，居然是骂他的女儿哎，我们地上的父母都
比都不这么，地上父母有时候真的很烂的哈。真的连我们地上的父母都这么烂，在这里比喻说，比喻的意思是说，比喻的意思是说，把两样东西放在桌上啦，来比一比啦，不是好像，而是对比啊。哎，这么烂的都不会把怎样，儿子求饼给石头，这么烂的都不会，我们的神更不会。所以亲爱的，当我的好朋友过世，明天要告别式，神说 no， 但我相信，对这个家庭，特别他还有2个妹妹，还有2个妹妹还没受洗，在这个过程中，特别是过年当中，居然有从神来的安慰，哎，这就是人生嘞，哎，谁又不会死的啦？好像没有吧？哦，可是他在这地上的时候，他能够天天活得很喜乐，他天天能够因为癌更和蔼可亲，因为每个人纪念他都说他好和蔼哦，因为他很多种爱。但是神，当我们神说不的时候，亲爱的，你可能要跳跃了，真的，神要用更好的来应验你，不要看那地上的好不好？当神说不的时候，神要带领你飞跃，飞跃你所不知道的。时间真的快到了，只是神的时候未到，所以我们还有1整年的时间，我们也要来经历跟学习。神要透过祷告，让我们来更多的经历在它里面的美好。或许你要说，祷告就是一把钥匙，可以打开你心中的这一个疑问，可以打开你心中你不能满足的。今年我们都来一起来经历神。等一下我们有小组的时间，我们一起来分享好吗？分享第一个，你有没有祷告就应验了？那个美好，那个美好真的会带领你去度过那个不容易的时刻。就是第二个疑问，就是你有没有那个祷告很久都没有蒙应允的？神一定会回应你，怎么回应？刚刚有讲 ，yes or no， 或者是怎样？会不会有更好的方式，或者是时候未到？好，我们就第二个问题就是，你有没有那个祷告没有蒙应允的？你有没有在今年，你要神跟神求，说，哎，主啊，你帮助我，特别在祷告方面，主啊，你帮助我，下个礼拜我回来的时候，我要来经历你。你可以把这个给你的小组长，我们会有人持续为你1个礼拜内每天都祷告，至少1次。最后你对祷告有疑问，你也可以提出来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小组的时间，我们就要来进行这件事情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，我们天上的父，主，我们就是用尽我们的人生的力量，我们人生的岁月，我们都没有办法来说尽主你的慈爱，我们都没有办法来透彻来了解主你的心意，我们都没有办法来顺服主你的旨意，我们真的不能。我们有太多的时候，我们想改变，可是那个老我总是纠缠我不清。主啊，恳求你帮助我们，透过祷告，我们跟你建立更亲密的关系。我们支取，主啊，从你那里来的洞察力，从你那里来的信心，从你那里来，给我们勇气跟能力。谢谢你，在我们的心里。是的，主，主，是的，就是现在。你在我们的门外，砰砰砰，你在敲我们的门。
我们有一个决定，小小的决定，主，你就要来应允我们。这是你圣经上明明告诉我们，日后我们就要来见证你，让人更认识你，让你的福音在台湾成为翻转台湾的影响力，让台湾能够是属神光明的宝岛。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